今日一开始，先看基隆渔船港护洋266号，昨半暝啊，伫咧皮加斯，差不多是咱海巡管区外口1海里的所在，这若就是日本海峡附近，因为过界掠鱼，叫日本海巡带转去问过。日本方面是答应讲，只要甲600万日票的罚金摕来，就使转去。这船头家下晡4点左右嘛已经汇钱，日本方面应该真紧就会放人。 搁有台湾渔船作业去互外国的执法船拦检停船，基隆州的港护洋266号渔船，伫日本延美大岛附近的海峡，差不多伫皮加斯东北边288海里，暂定执法线以外1.5海里的所在，去互日本水产厅公务船取缔。海巡署早起7点才就通报了后，随派南投南过，因为渔业署是透过驻日本代表处去了解。经过我们渔业署的协调，驻日代表的协调，已经跟 当地土港办事处已经协调了，才罚600万零6千，一切都是平安的。我的经济海域，我卖听嘛，就该重叠啊，对不对？嘛，咱老卖我尔，1.6海里，1.5海里而已。台日友好，我哪知啊？你问你回啊，你无回钱，别放人啊，别放船啊。你就看我的汇款单，看到钱就要放船放人啊。渔业署表示，港护洋266号是帮收帮渔船，6月25为基隆北岛出海，船顶有2个台湾籍，甲6个印尼籍的船员。 基隆的渔民表示，船去用扣起来迄个海峡，因过慢慢有人去遐掠鱼啊，拢无安怎，唔知影啥原因，即马所出代志。足侪像经济海域的重叠的问题，这边怎讲？像咱个菲律宾是毋拢经济海域拢重叠？扣伊个扣啊是嘛是爱钱去讲啊，无啦，业界啊。代志发生了后，经过协调，日本同意罚款差不多600万的日票，指定汇入去福冈办事处的口座。 船主4个钟钱，已经伫初5下晡4点左右，甲钱汇去日本，包括8个船员甲船仔，应该真紧就会放出来，返来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